首先，我哋有請幼聯 NOF 三名願景愛善美行動嘅名譽顧問、立法會議員狄志遠博士為我哋致歡迎詞，有請。Hello， 山茶江議員、各位嘉賓、各位講者、各位教界、社福界或者其他朋友，大家好。我都錯愕啦，咁竟然我負責歡迎詞咁歡迎大家。我頭先馬生就講咧，呢個題目係好重要，我哋都好多年冇講呢個題目。講呢個題目亦都係同各位朋友咧係最啱嘅對象。咁我同江議員當然喺立法會討論啲政策立法嗰啲嘢，我哋做咗好多呢啲功夫。但係去到尾咧，都係喺家庭、喺社區同埋學校咧點樣保護小朋友。大家知道咧，我哋就通過咗強制幼兒嘅法例，明年1月26號就要執行㗎啦。咁好嘅，我哋唔係話拉啲老師社工或者醫護人員，主要目的咧係大家有警覺性咧，係去睇住個小朋友。唔好俾佢哋受到傷害，呢個係好重要。但係我覺得同樣重要就係欺凌。欺凌其實你若然我分別唔好幾大，佢一班同學當中蝦佢，令到喺校環境好惡劣，唔敢出聲，自卑心好重，於是乎咧對個世界冇晒信心，自己形象好差。哇！呢個傷害係好持續嘅，將來係一生嘅一種傷害。同樣同若然我睇唔到嗰個即係傷害性有幾大分別。咁既然我哋社會都認同若然我哋要把關，咁都希望各位同事都能夠喺欺凌嘅問題上咧同樣去把關。我諗10幾年前，我記得我個老朋友黃成榮佢又好着重呢個題目。佢老人家就嚟退休啦，應該退休啦。退咗休添啊！佢舊年退咗休啊！退休啦，生陳到你啦。佢退休啦。未就140歲啊！我要去。冇錯啦，咁我哋接受俾佢真係真㗎。嗱，我真係希望咧，呢個我哋嘅零欺凌呢個冇錯呢個方法。咁呢個咧就當然唔係淨係生產嘅計劃啦。咁希望每一位都能夠有意識，同埋今日學到經驗咧點樣去做。我歡迎大家加入反欺凌嘅行動，多謝大家。多謝議員。